2013年7月，在意大利举行的合唱比赛，新竹女中校友组成的怡丰女生合唱团挑战多种语言作品，唱出客家歌谣摇篮曲不同的风貌。到国外，我们不是传统的唱法，我们是美声的唱法。一举夺下室内合唱组和现代音乐组银牌，还拿下评审团特别奖，把母语客家歌曲带到海外舞台上，团员们更难忘台下观众的共鸣激荡。我们在台上唱，其实台下就有黑头发就哭了，然后我们自己唱起来，当然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尤其在国外，然后唱起自己家乡的曲子，那种感觉会更不一样。整个编曲非常的美，然后呢意境也很好，所以呢想着想着就会有画面。就算是创新的客家歌，也还是有客家歌本身的特色。那我们就要把那个部分给传递出来。能以自己的歌声传递情感和文化，对热爱唱歌的他们而言是幸福，也有使命感。其实现在学校也都有乡土歌谣的一个 part， 在上课的时候，就让老师们他们去思索要怎么样来唱好客家歌谣。马给时间练习，差不多单年啊，什么时候练习？几乎每天。来自台湾丰城的美声团体，不只志在推广音乐风气，也用合唱艺术搭起对外交流的桥梁。马给时间练习，差不多10年。马给时间练习，差不多10年。谢谢宗仪老师。